喺距離深圳3公里嘅地方，而家只需要3000零蚊嘅月供，就可以上車一套109平米嘅一線湖景單位。喺呢個社區門口就有巴士可以直達到邊啦？深圳嘅沙田地鐵站。小區商業配套非常之完善，小區門口仲自帶一間商場，可以滿足晒你行街娛樂。月供3000零蚊，要帶埋精裝修，就可以喺距離深圳3公里嘅地方攞低呢一套109平米嘅4房2廳2衛。嚟到入門口嘅位置啦，密碼指紋鎖係配俾你嘅，呢邊預留咗個入戶嘅鞋櫃。嚟到呢度就係公共洗手間位置。乾濕分離全部配晒俾你，餐客一體做到南北通，餐廳部分做到個西式嘅島台啦，佢嘅飄窗設計我非常之中意，廚房 U 字形嘅設計啦，2個人一齊煮飯仔都唔會覺得逼傑，尤其係呢度雙門嘅雪櫃位置幫你預埋好，客廳4米嘅開間，一家人就算喺度坐喺度睇電視啊，係幾咁寫意咧，聽出露台望出去就係一線嘅河景，你話正唔正？呢度直望過去直線3公里就係深圳。入到嚟休息區部分啦，呢邊2間房係望向小區園林嘅，呢一邊2間房咧係望向湖景嘅，咁大飄窗又正唔正先？嚟到對面第2間房望小區園林嘅，一樣配大飄窗。嚟到第3間房間，呢一度係屬於半贈送嘅房間，後期我哋做空窗少少嗎？就係一間房。入到嚟你間主人房啦，洗手間位置乾濕分離，全部安排好晒，超大嘅飄窗，一線嘅湖景。當日落嘅時候，你攞住杯紅酒啊，望住外邊，一日嘅疲倦係咪一消而散呢？ Anyway， 記得點讚加關注 Ricky Channel。